来，我们先洗彼此的大菜，锅给坏，再让我们干去。干。我们多点。看这个样子就快炒了起来了，是炒给锅给坏，就是想做水往里头，看到没往想做进去。这里面要做点盐才好吃，这个盐不能做多了啊，这盐做多了就不好吃了。锅子烧焦了，做油，这个油呢，一定要是我们老湖的油，它才好吃。像这个油来了，现在多锅给坏。下面差不多是该做的，我们做的是老虎的猪油，更加香。让你啥子有盐没？不可以。很好。刚才是最经典的我们老虎的骨头，按照骨头做下去，更加香。再做的我们老虎的，我娘自己做的梅豆腐，那更加好吃。要吃了你快起来，我们老虎的锅边粉，我娘自己挖的，你看到的哦。哎呦，